上秤看看今天的体重是多少。昨天的放纵果然没让我失望呀，106.2了，涨了1点。没想到2024年的第一天，我们一家是在医院里度过的。孩子发烧几天一直不退烧，来医院检查也没说什么。最近流感太多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。一天没吃饭，老公打包了米线回家吃。孩子发烧把我整个人都整没精神了，都下午4点了才吃第一顿饭，没有精力自己动手做饭，减脂餐就放一放吧。最近真的很不在状态，吃了2天放纵餐，长称了还没掉，今天又吃米线，注定明天又是长称的一天。人真的最需要的是健康，一旦不舒服，你周围的人都会被带动，心情和情绪都会受影响，所以健康真的太重要。所以我一定要瘦到健康体重，为自己也为家人，继续加油。